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指数股票型的基金 ETF 0050，经过一贴式来分割，每一股是为180块降到47块外，等于买一张5万块有走，大大来降低着投资的门槛。今仔日恢复周期，都有真侪小资产的阶级来买进，开盘才1点钟，成交量就超过12万张。 The front row exercise. 别拿 AI 到胡恩结婚，甲伊供应链的伙伴举办吊观演，大头家做会翕相的画面，拢会互大家讲，这根本是0050的实体化。毕竟作为咱国第一支 ETF，0050的追踪指数，包括着台湾市值前50大上市公司，会当清楚反映台股主要流行的趋势。 像这个 ETF， 每一个变4分之1的计数，对本地超180块，净值虽降到47.32块，等于买一张5万块有走，大大降低投资标准。因为之前太贵，我就没有买，可能会吧。对，那相对其他档来说，应该算比较稳定一点。的确会让人比较想要投资，但是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正身状况去做。 分配啦。今仔日恢复上市的0050以47块半开出，再过1点钟，成交量就来到12外万张。啊那未少股民也咧丢对另外一支 ETF 006208，专家认为其实这卖这两支差不多。管理费的差距也变小了嘛，好，那它现在单位的价格也非常接近，应该是。 差不了多少的东西。目前市面上热门的 ETF， 佮包括着稳定配息的0056，配息率悬的00919，加以科技股为主的00929。当0050将单位拆分，互继续降低。专家相信，有可能会加做 ETF 市场新的趋势。它的单价变得够高的时候，我相信各家 ETF 应该都会循同样的规则想要办理才对。心理上，大家就是觉得金额小一点，好像比较容易赚钱。上班的0050顶场，也和 ETF 搁再加做投资市场讨论的焦点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